大家知唔知今日係咩日子咧？今日係11月26號，2004年。咁咧，你從之後4年後咧，終於咧能夠經歷咧千年蟲聚會嘅滋味啦。大家而家睇到呢間屋咧，係咪見到好光咧？其實咧，附近咧係咁樣噶啦，大家睇下啦。大家睇到細傾個樣啊，不過平時都睇唔到噶啦，今日都唔例外。嗱，所以呢個就係你話當時嘅撒旦嘅試探神就話咧要佢嗱好簡單，簡單啲，捷徑，冇教佢。OK， 呢個就當時做。但係主耶穌點講咧？主耶穌點樣勝過佢咧？就係馬太福音第4章第10節，佢係耶穌説：撒旦退去吧。OK， 因為經上記著説：當拜你主你嘅神，單要侍奉他。即係話佢有冇接受呢個嘅方法？